你好，请问两位今仔日来到遮采我，有啥物贵事？头诶，听讲你煮的咸酥鸡足好食的。我那毋过，跟你讲，你出门啊，这阮大个啦。我今仔日特别带伊来交关，因为伊上爱食咸酥鸡啊。我买200块的咸酥鸡，爱蓝香无爱蓝蒜头，多少？这遐紧的哦，阮咧赶时间。你家搞哦，帮我个和你过来车呢。你讲真正有查帮咯？就是迄个古地啊，是谷我知歌。影啥物是古哥，伫阮大海面前，无人有资格叫哥。我讲伊是古地，就是古地，卖啰嗦。阮今仔来就是要食你的咸酥鸡，秘鲁有咩无冰啊？但反正嘛就迄种，特紧的。要毋过，搁有啥物也毋过，阮大海是啥物身份地位？坐伫遮等一定互你免主啊！你搁甲我提上？毋是，我的意思是，谷歌顶管应该有作用。阮进前开始有卖咸酥鸡，嘛开始有足侪人摕伫谷歌互阮过来青。要毋过，谷歌应该有。等下，你毋知我即马有偌药？你也搁来甲我谷歌，竟是煮咸酥鸡，莫毋知好歹。我只是要讲，我甲你讲，做生意的人，人客若讲啥，就爱紧去做。你即马入去灶骹，甲鸡肉放落去浸，浸较熟咧，下出来白毛的你听我讲你，就会收到白毛的你听我讲，听有无？我无介意人叫我白毛的，卖底下无大无小，紧去甲咸酥鸡整好好。我一开始就想要讲清楚。你真啰嗦，遮尔啊搞话，恁爸开钱，搁爱听你演白毛的讲。你歹势，真正毋知影听第几件单，我警告你，我无介意人叫我白毛的，你即摆就紧去整咸酥鸡，卖底下我洗手，恁爸即摆几百多岁啦，若毋是有足侪人互你过来请，你真正了准你随便咧。毛的你听我讲，你搁叫我一甲白毛的，我就要互你好看。我看你是皮咧上啊，你过会啊？我听你咧辣火咧。我搁讲一解，阮要买咸酥鸡200块，爱蓝香嘛爱蓝蒜头。你即马今日去灶骹浸，然后诋毁过嘛来一份。阮大海狗啊，即马真正就要诶，秘鲁嘛有咩无冰嘛？你真正有够无讲理的。我一恁讲，我即马无咧卖咸酥鸡啊。阮已经足客气啊，我甲你讲，你紧去浸，莫搁浪费时间啊。阮真正重要诶。我知影，我即马就想要食咸酥鸡，我嘛就介意加杯水，试足芳的，嘛要来一份。你定紧听我讲，我即马无咧卖咸酥鸡啊什么。意思？我即马无做假的，转型做鸦片啊，主要是台烟鸦片。你敢是咧观众笑，还是条跟甲阮创治？别人来遮就有，你即马甲我讲你无做啊？这是3年前的代志啊。竟然即马才讲无咧卖，你哪毋较早讲咧？我爸爸